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6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讲到台铁道路事故造成49人死亡，花莲地检署也甲李义祥等7人起诉，其中李义祥检方要求要判到上班。台湾本岛出现头一个无结扎症的确诊病例，是伫新北市的南口10公里以内市区场，今仔日拢爱注疫苗。白沙屯马甲大甲妈祖最近拢在了解彰化宝岛曾有发生直头冲突，今仔日大甲妈嚟到彰化市，警方加派700人移至治安。讲到最近拢无啥落雨，欠水的问题也拢无改善。去花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国技讲，对即马开始通园地区，甲深夜减少水压送水，改做是规日减少水压。另外，伫咧新竹、高雄、台南的工业用水的省水率也会求悬。若讲到台中的可花水井是对25口增加到88口，也会伫李基潭净水场附近阁开3口阁较深的水井，预测讲逐工的出水量会当达到15000吨。过去的灯号维持不变，新竹地区维持原来的橙灯。华在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宣布，新竹地区4个暂时未转水，分区供水红灯。虽然台中表列供水5天，停水2天，成效袂歹，积水率达到15%以上。不过4个落雨无乐观，依然爱加强来执行。我们是依照现在对水情状况的掌握，我们的这一次的会议不变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国内的产业的用水的需求也都是在我们的估算当中。全国水情的灯号维持不变，不过会中决议即日起，通园地区对原本暗时10点到第二天6点减压供水，进一步扩大为规工减压供水。另外，23开始，新竹地区每个月1000度以上的工业用水户，节水率对11%提悬到13%。南部地区高雄、台南工业节水对7%调悬到11%。非工业的用水大户，有影池、洗车、3温暖的业者，也扩大节水率对10%提悬到20%。经济部也赶紧来查水，台中扩化的水井，对25口的水井增加到88口的水井，预计在4月底完工。而台中市政府表示，即阵的水质通过检验，预计在5月底要导入台水公司的管线，净化后民生来使用。那深度大概有70公尺。那在地下水层几十公尺之后，即发现水脉充沛，而且初步的检验呢数值良好。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最近乌水井、乌地下水源也赶紧调度中央震撼专家，在李鱼潭水库附近正3口的水井来增加水源，要在4月底完工，每天出水量估计达到15000吨。不过水利专家是表示，经济部应该爱公布是安全的出水量，乌水井才不会有副作用。那边地下水的蕴藏量是多少？它的安全出水量是多少？有这几个数字，我们才知道它的会不会有其他的副作用。水利署表示，建筑工地地下水即要符合人体健康标准，也会进入自来水供水，并且经由区域的调度扩大桃园支援新竹，也是新竹支援苗栗，预计未来会使增加3万吨的水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本岛出现头一个无结扎症的确诊病例，是伫咧新北市的南口。目前是甲这8只染病牛全部灭掉，为着要防止这牛的疫情来摊开，农委会宣布讲，伫病例饲牛场10公里以内饲牛场，拢总有11间，拢总有1700多只的牛，伫今仔日拢爱注疫苗。另外，苗栗以北的饲牛场，伫3天以内也爱注疫苗。就庄内传出阵阵牛的叫声，四条路啊通往的是无挂看板的铁幕场，门口有防疫管制区的封锁线。球场后壁一旦看到公的泥牛、甲黄牛，这场登记饲养有130只肉牛。14新北市动保处有通报8只牛皮肤结烂，发烧超过40度，好亲像感染到牛痘病毒。隔天下晡确诊了后，随时扑杀，进行移动的管制。看到门口有记者，工作人员随时将门关起，无要回应。其他牛只打疫苗了吗？伫这个案例场4公里10公里内，有其他4位牛场受到移动管制。早起防疫人员请防护衣来到淡水这位饲104只年牛的牧场。虽然讲离案例场也有10公里远，负责人讲也是会烦恼。因为没有遇过啦，对啊，所以担心还是会有，对啊。现在就是加强消毒啊，疫情比较严重，我们可能会增加到1天2次这样子啊。防止病毒，农委会决定全面来注疫苗。
头一遍都是伫16完成案例场加4块咧10公里附近，拢总11场拢做完，加代师生拢来协助加速这个速度。疫苗注射后，差不多7天会产生防护力，不过也是会有副作用。这疫苗打下去的时候，它会造成它乳量有暂时的下降的情形，但是呢，再过一段时间，它基本上就会恢复到正常。影响是短期的2、3天，但是如果不施打疫苗，当这样的一个病媒蚊传播到所有的肉农区里面的乳牛的时候，那这些乳牛就不会泌奶，不会泌奶就等同是完全的损失，所以还是要施打疫苗。3天内要扩大完成苗栗以北养牛场的疫苗注射。若是阳明山景天宫这种的野牛，伫县市各界有上负责力。我们不会分那是谁的，反正就是去打，只是说它的技巧性可能要用吹箭啊。目前国内有4.5万剂库存的疫苗，向国外采购18万剂，预定2礼拜内就会到位。所以会针对高风险的牛场，依照顺序来做。农委会再一次提醒业者，发现可疑案例应该立刻通报，无通报上济罚上100万。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本岛发生头一个牛结扎症的确诊病例，各县市的动保防疫单位也拢甲神经线备案，而且这回疫情发生伫北部，大部分的饲牛场拢是伫中南部，希望甲疫情压落来就袂影响到全部啊。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牛结扎症袂危害人，也袂有食品安全的疑虑，也针对着咱国产牛肉、牛奶的问题，请民众放心。盐汤帮、料帮的电火，用增加偌济都放偌济，也有消毒清洁也爱做。因为台湾传出第一例牛只牛结扎症确诊，就惊疫情扩开，饲牛业者唔敢大意。12盏捕蚊灯，然后剩下的就看有哪些空间可以补充一些捕蝇板的，因为我们对育种相当的重视哦。当然很好的种牛，然后受到了扑杀，就是我们最心痛的部分。它死亡率只有5%不到，但是你说在这个转换季节又这么闷热的情形下，它所要对抗的外在原因跟它还要产乳，对它来讲压力很大。根据统计，全台肉牛差不多35000只，产值是25亿；年牛差不多12万只，产值115亿。敢是台南目前是27000只，市的数量是全台第3。市长黄伟提认为，要防堵疫情，要加强防范畜牧场的进出加边境管控。我提议当初就是非法走私中国大陆的黑猪肉，边防海禁要做好，避免走私。我们农政单位严格管制畜牧场的进出。全台饲牛上济将法官共款强化防疫，伫饲牛场甲鹿农区周边消毒3天之内，也完成165个饲牛场的疫情封示。附近第一件确诊发生伫新北市的桃园市，目前无疫情拓开的现象，不过应该做疫苗，应该准备的物件，精力环境也拢爱做到位。基本上会分10组的人力。去做一个施打，那务必要在3天之内完成所有的这个疫苗注射。牛结节疹固然是对牛的传染病，但对食品安全没有任何影响。相关港口船只载具应该有的空间环境消毒整理，请环保署严格要求。行政长苏贞昌强调，因为不是人畜共通的传染病，无食安的记录，所以国产的牛肉甲牛奶拢无影响。不过，惊疫情扩开，行政真紧成立有结节症中央在海应变中心协调各县市共同防堵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讲到咱国内自 AZ 疫苗族群，目前是开放到第4类，而且有做的人数也已经超过3万人啊。对后日拜3开始要开放自费疫苗，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对4月19早起10点过后，若准有出国需求的民众，会当去到31间有旅游门诊的指定病院，网络登记要做自费疫苗，连外国人也会当去登记。国内 AZ 疫苗做4礼拜人数总算超过3万人，有3,039人做第1剂。为降低民众出国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下礼拜3日1开始会开放民众家己出钱做 AZ 疫苗。全台31间有旅游门诊的指定病院，为下礼拜29早起10点过后开放民众上网络预约。AZ 的疫苗它是属于多剂型实剂
所以它开瓶之后需要6个小时之内使用完毕。他们在安排自费跟公费对象，那最后有可能他们会共同开瓶集中接种啊。有专家指出，血管塌掉咧出现伫50岁以下女性，建议 AZ 疫苗由男性甲年岁较大人先注。指挥中心表示，这是欧洲的资料，进前国内也讨论过。目前国内医院维持食避孕药啊甲荷尔蒙治疗的人，暂时卖注。可能有用这个荷尔蒙或是避孕药的部分先暂停使用啦，主要是避免说这个有可能这些人可能有这些风险哦。另外，国产疫苗研发进度高端完成2期临床授案了后，连阿成基也宣布2期授案完成，有3874人通过审查，各组第1期，其中前卫生署长杨志良佫正做临床计划最后一位授案的人。连阿成基表示，按算5月中会完成受试者组第2期，要拼6月底提交第2期临床试验报告，将为福部小数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EUA， 若顺利7月中。对应核准开始供应疫苗，应验国内外防疫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华北的风背影也又搁要来啊！明仔载中昼过后会受到影响的就是咱的台湾民众。环保署预测讲，西半部的空气品质可能会出现红色警示，礼拜下晡的情形才会较稳定。也若讲到今年第2号风台苏力基是继续伫咧变强，不过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今年第2号风台苏力基早起已经发展成为中度风台，气象局预测风台所在位置有利发展，有可能搁再增强成为强烈风台。不过因为离台湾还阁真远，所以对台湾的水情帮助是有限。目前估算未来6天拢是较大的天气形态。目前气象局所观测到黄山号的信号依然真微弱，希望全民爱继续节约用水。从过去几年气候的统计上来说，比较容易开始有剧烈降雨的梅雨锋面出现的时间，通常都是在5月的中旬之后。那以今年的梅雨指标来看的话，的确在5月上旬之前，都还没有显著有利于梅雨发生的条件。气象局的局长陈明典伫 FB 打出卫星图，讲中国华北搁发生沙尘暴，今年沙尘暴的次数比往年较多，是真罕见的情形。对卫星图会当真清楚地看到大片黄沙正自北平向南平刷。环保署讲，伫8日过头了，东北季风会增强，这寡沙就会吹来台湾。就是17号下半天，东北风增强的时候，会开始有2.5进来。那晚一点的话，沙尘粗的颗粒也会跟着到台湾来。那持续的时间估计是在到这个18号。上半天中部以北大概影响可以减缓。环保署讲，随着风场的变化，沙尘影响台湾的时间长短也会改变。不过提醒民众，伫8日下昼到礼拜，西半部的空气品质有可能到伫所有族群拢无健康的红色的等级。民众伫8日安排活动的时阵，要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15伫中国北平10外所在，佮发布风背鹰野的蓝色预警。最近这1个月已经有第3尊的风背鹰野，不过这回有强烈的冷气团会甲风背鹰野吹过较远，江南地区对10日开始也会受到影响。中国首都北京15个再出现沙尘暴的天气，空气质量指数是324，也就是6级，严重程度的污染等级。在广播桥顶看落去，道路上的汽车全部拢看到一层的沙，空气内底更加充满着真高的土气味。我感觉就是，本来下午天还是亮的，然后没有一会儿天一下就暗下来了，然后就开始打雷，然后下了雨，还是带着泥点子的。华北内蒙的卫星监测画面显示，沙尘的范围达到188000平方公里，这是将近1个月以来北京第3摆拄到黄沙的侵袭。甲前2摆比较，用沙甲铺尘的浓度降低，不过在强大的冷空气作用之下，沙尘移动的速度甲范围拢扩大。有计10日开始，中国的中部甲东部地区也拢会受到影响。呼吸比较困难，比较对，眼睛里、鼻子里都是沙子，对。华郡沙县的发源地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15市区能见度一度只有500公尺，更加严重的所在能见度只有266公尺。今年以来，中国已经拄到7摆沙尘，数量甲往年是差不多，不过 PM10的浓度却是明显偏高的状态。公视新闻欧慧文编译。咱继续来关心德鲁古事故的调查进度。
讲到这帮是代替曙光北车厝道路区自强号发生事故，造成49人死亡。花莲地检署经过14天的侦办，在今仔日宣布终结，起诉李义祥外籍移工等7人，其中李义祥依照着过失致死、肇事逃走等罪要求判到上档。检方也发现讲是李义祥所驶的工程车链落去山径，而且佫想要用脚踏车甲伊吊起来，才会造成意外。另外，卫福部今仔日也公布现款的分配，罹难者一个人是当分配到1500万，但是中也表示讲现款1500件拢袂留。若讲到发生事故的清水泵坑，按算伫19透早就会当恢复通车。15天进前，代替泰鲁国号408号列次经过花莲清水泵坑时，并且弄向泵坑，造成49人死亡。检调甲相关单位16就初步的犯罪事实终结，涉嫌李义祥甲移工阿虎这7个人，被依照过失致死、肇事逃走这罪嫌，求处李义祥法定刑相关的刑度，阿虎3年以上有期徒刑。车辆卡住之后，其实他是有试图去有一些作为，想要把它拉动车辆，不认为说他是容忍这件事情发生哈，所以我们没有认定他是构成杀人罪嫌哈。检方还原司法的经过，本来互代替要求连假期间未使施工的李义祥，私底下带工人开工，想要录到拖延的工程进度。李义祥开吊车大货车驶弯时，技术现场弯度伤悬，车身伤长，骑伫铁轨路边的边坡，拄开始无赶紧来通报代替，而是请移工协助开怪手，想要甲大货车救起来。却是因为连接2车的布袋断去，造成大货车落入铁轨路内底，才造成这摆事故。在卡住的时候，其实这个李姓的被告或者是华姓的被告，他是必须要去通报，好，并且请这个专业的人士好来把这个状况把它解除掉，好，但是它是用一种比较很便宜形式、很轻率的方式。检方指出，工地附近路边真骨过去捌发生2摆车骑伫边坡，不过李义祥这人却是无做改善，是造成这摆悲剧原因之一。这摆新增加李义祥这7个人，而代替发包的部分会继续来侦办。列车是来回7次，这摆轰弄到的清水泵坑修补工作是真顺利，10月已经补强完成。交通部甲代替派员检查，若一切顺利，上近19透早5点27分就使来恢复通车。隧道口的部分那个水泥的那个补强的部分已经做好了，整个工作应该可以在今天应该可以完成。因为着协助救灾，卫福部成立赈灾专户，已经募款超过10亿的善款。卫福部长陈时中亲自说明使用方向，包含罹难者家属1人1500万，罹难者也是伤者子女在教育方面提拨1亿2000万，伤者700万到10万块，而受伤的人心理抚慰金是1人1万块。爱心的捐款，政府这边绝对是1毛不留，全部都会把它全部发下去。那至于另外更重要是政府该做的事情，那一件也不会少。政府强调，善款袂留落来，专属用伫相关的人身上，善款也甲政府依法会付的款项无关系。对有伤者也是罹难者会领到善款，甲政府给付的2条钱。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大甲妈祖绕境进香花园，今仔日暗时要自驾伫彰化市的天后宫。不过前一天伫咧彰化宝岛有阵头发生冲突，也因为安尼时，彰化警方今仔日就安排700名的员警戒备，避免冲突搁再发生。另外，白沙屯马今仔日也到北港朝天宫路，总统蔡英文也有亲身去接驾，陪香灯卡做伙来随香。蔡总统也向妈祖来祈求，希望台湾欠水的问题会当早一日解决。大甲妈乱桥就要搞啊，信众一路队，也佫未少员警将乱桥甲伊围掉咧。员警围几啊人，头前开道也保持营行甲真顺利。信众虽然热情，也是爱甲乱桥保持适当距离。大甲妈花园16到彰化，暗时要进驻彰化天后宫，为防止查某伫彰化宝岛的阵头冲突，警方早就部署定点警力，也寄出管制区域。针对大甲妈祖銮轿周遭以及交接点，本分局作为重点安全部署的维护，
中华警方表示，为回弹到中华市区的路段加强警力部署，在冲突节点也以警力解除空间，若发生冲突也以优势警力排除，动员超过700名警力。另外，同款伫绕境的第3队马祖，16也到云林北港，总统蔡英文也甲民众斗阵用行进香。慢骑出来，慢骑出来，行关口，慢骑出来。谢谢。上乡镇凯总办蔡总统一行就是5公里，沿路未着信徒华总统府，总统也亲切握手。然后蔡总统到朝天宫参拜，祈求马祖保庇，天降甘霖。咱的水较有关照，咱嘛希望咱的马祖把咱保庇过，咱会使紧落雨，互咱欠水的代志会使解决。控制疫情，加上袂当出国，2名马祖信众拢超过往年的规模。信众希望借一年一摆的宗教盛事，祈求解决欠水问题，延国泰平安。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少年抚养院今年7月会改做行政中学桃园分校，不过转型期间，监察委员所发现讲，院长邱良一、训导科的科长林文志拢无伫咧管理，地属管教人员拒载学生干部去霸凌较弱势学生，甚至佫出现学生跋筊行为。目前也甲这2位管理者提出救济，也调离开现有的职务。在成人监狱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状态。何况他们是孩子。愈讲愈唔甘，为了顾虑到桃园少年抚养院内学生囡仔安全，监察委员叶大华甲王美玉做出紧急处分，对桃园少妇院院长邱良一、训导科长林文志提出救济，要求副部长蔡清祥将这2人调离现职。我们今天正式提出这个纠举案，也就是背负纠举人推动校务的能力不足、管理无方，使得管教人员纵容学生干部集体霸凌弱势学生。那这一件是本届第一件，我们当然希望这种紧急措施不要常出现，表示这个相关的单位真的螺丝掉满地。行政院为了推动少年抚养院改制为矫正学校，108年7月由行政中学伫院内设置分校，一定今年7月正式转型。监察委员发现，伫转型期间相拍欺负者代志真侪，甲各矫正学校比较起来，最近3年相拍比率，桃园分校是15.87%，比其他分校较悬。甚至学生囡仔规定跋筊，却是无通报矫正数，也有12人拍1人的暴力事件。为了防止更较侪人受害，监察院只好对院长这人提出救济，矫正署讲会尊重。尊重监察委员的职权啊，这是我们看到内容需要调整、需要修正的部分，我们会就把它提到，我们就尊重。依照宪法的规定，监察委员通过救济了后，法务部长蔡清祥应该爱伫1个月内依照公务人员定价法处理，并且爱先停职，还是其他的快速处分。监察委员是希望法务部长可能着适当的人选来领导学校，未来原来会持续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艋舺地区的南机场13号基地盗经案，规划伫要8年啊，昨伫台北市都心会议讨论到丁仔卡空间的时阵，所有建筑师讲，当地居民毋是高级人才，才会占用丁仔卡。那留丁仔卡是无意义的，所以引起众人的批评。其他的建筑师也出面回实咧，而且背回伊的失误。艋舺的望大路甲西藏路口，这规片千外户整建主体已经将近60年。居民上早为2013年到家己发起渡境，暗过第10月都心会议，都心委员指出，应该伫万大路甲上河街预留4公尺以上空间做顶仔卡。暗过建筑师讲的话，所引起争议。骑楼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比较不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骑楼这边的居民他也不是很高级的人才啊，他们常常就占用骑楼啊，所以你骑楼弄得脏脏乱乱有什么意义呢？不会啊，也出很多名人啊。不会说水准太低啦，只是这里是旧社区。建筑师解说，法规部要求爱留顶仔卡，而且这基地较下，建筑部确实退后会影响用这甲1楼店面的使用，使无正的进行到开放空间较好。都审会也认为，依照基地情形，无可能做出顶仔卡，当时照原来设计，对造成居民无欢喜。建筑师表示是烦恼审查时间延迟，才会安尼讲，希望亲身回实例。希望它能够快一点。那我情急之下，大概是用语不当啊，所以假如有这个伤害到
一些居民的这个，我是感到非常抱歉啊，非常抱歉。这句话其实是无心的啦，也没有真正要贬驳住户的意思啦。其实他是在针对说他的设计规划怎么样对住户好啦。里长甲都警会理事长及做好的都警模型表示，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都警已经花将近8年，无希望建筑师一句失言，各拖延开发进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讲到香港818集会游行案，有9名民主派人士去防指控讲无经过批准就来聚会。香港法院下晡也宣判，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李道仁等人去互判刑8个月到16个月，而且要随入去封关。民主党的创党主席李柱铭是去互判刑11个月。另外，检方搁再指控李志英有违反着国安法2项的罪名，相当有可能会互判到无期徒刑。法庭外口排甲长乐路，民众拢来加油。后面甲真济个驻港代表也到现场。去年818委员集会甲832集会案，昨日宣判9名民主派人士被裁定组织无经过批准集结，甲明知影佮参加无经过批准集结。81岁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前立法会议员吴靄仪、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拢是第一摆被定罪。李柱铭到法庭表示心情平和，也困真好，上重要是爱有希望。繼續有希望，因為只要我哋有希望，所有嘢都可以成功。大家繼續一齊同行，長愛同行。我哋並冇後悔，我哋最緊要做到一樣嘢，亦即係最低限度每一個人要做到嘅嘢，就係要講真話。前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提5內地寫嘅台灣上好時期到法院，強調政府應將咱關起來，毋過應將香港人良心關起來。吳靄儀是伫法庭上以英文抗辯指出，人民是伫法律進前，因為法律愛為人民服務，毋是顛倒兵。法院宣判李志英、李道仁被判1年徒刑，楊國雄是1年半，何秀蘭、屈樂顯8到10個月，吳靄儀、何俊仁1年徒刑，緩刑2年，梁耀忠8個月，緩刑1年，李柱銘判11個月徒刑，緩刑2年，李道仁等人馬上入監服刑。832遊行也宣判，李志英被判8個月，楊森8個月，緩刑1年，李道仁10個月。另外，李志英閣被加控國安法、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安等2罪，延後到6月15再審。這2個罪名會面臨判處3到10年監禁，不過加控了後罪上加罪，恐驚要10年以上，甚至是無期徒刑的相關刑罰。記者綜合報道。日本首相菅義偉15暗時會出發去到美國，甲美國總統拜登進行兩國嘅領袖會談。這個會談是拜登上任了後頭屆甲外國領袖當面嘅會談，雙方會針對着中國甲台海局勢、日韓關係等等議題進行討論，最後也會發表聯合聲明。前日那些西米路，日本首相菅義偉為辦公室行出來，準備趕去機場飛往美國。バイデン大統領との信頼関係を構築をし、自由、民主主義、人権、そして法の支配、この普遍的価値で結ばれた日米同盟をさらに強固なものにしたい、このように思っています。菅義偉即個到美國會甲美國總統拜登見面，如果討論的話題是日韓關係、奧運這議題，而且對疫情、氣候暖化、科學安全、北韓武器化這議題交換意見。這是拜登為這月上任了後頭一屆甲外國領袖見面會談，到時陣嘛宣布日本會投入20億美金，差不多代表572億，來研發5G技術對抗中國的華為。外國媒體報道，有美國官員透露，在中國台海局勢這問題，除了香港甲新疆，拜登甲菅義偉如果會在會談了後發表對台灣議題聯合聲明。這嘛是在1969年，中國甲日本也未恢復正常外交。日本首相表示，要維護台灣地區的和平甲安全，是對日本真重要。迄一屆以來，美國甲日本雙方各一擺發表講到台灣的共同聲明。
李拜登伫甲正议会会谈了后，目前嘛计划伫5月下旬，甲南韩文在寅总统伫华盛顿举行双边会谈。如果到时阵赶快讲到北韩无核化问题，美韩领袖会伫这个月2到23的气候峰会，先用视讯的方式连续会谈。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讲到全世界确诊人数第2座印度，因的疫情是未收煞。过去24点钟内就增加超过20万人确诊，有病院的送数开始欠货咯。首都新德里是宣布讲，拜6礼拜实行宵禁，禁止民众伫餐厅用餐。另外，伫南美洲的巴西已经同款严重，毋但医疗资源正欠缺，甚至民众也开始摇机失顿啊。民众伫广场排队领食物，有完无被距离，保持社交距离。全球确诊人数第2高的巴西，受到疫情影响，真侪人行伫散车甲摇巴肚的困境。有公益团体伫圣保罗贫民窟发放粮食予民众。疫情拓开，除了欠医疗资源，医护人员也真忝。Each week there is a grim new record of deaths and infections. The hospitals are overflowing. And yet, there is still no coordinated, centralized response. Health workers are physically, mentally, and emotionally exhausted. 病例增加的原因，恐惊是甲巴西的批换变种病毒再度变化有关系。专家烦恼，新变种病毒传染性甲抵抗力恐惊更加有威胁性。No trabalho que nós publicamos junto com o pessoal de Oxford, em todos os cenários ela ficou mais resistente, tá? Tanto de infecções prévias quanto de vacina, mas não significa que as vacinas deixaram de funcionar, só reduziu um pouco. 巴西联邦政府已经加紧采购疫苗，希望会让对抗失控的疫情。亚洲的印度确诊数一直冲悬，过去24点钟增加超过20万例，创下历史纪录。首都新德里已经宣布拜6实施宵禁，也将23间饭店甲婚宴场所改建做治疗中心，以增加2000多床的床位。不过已经出现欠医疗资源啦。另外，东南亚的泰国15新增1543例确诊，已经是这礼拜第4摆创下新高。不过，即马当是泰国的破水节新年假期，游玩有真侪人出去佚佗，加上疫苗注射率游玩真低。卫生官员表示，16会决定敢是要实施封锁命令。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决议讲，2年后要甲福岛的核废水排入去太平洋。原能会以及着国家海洋研究院提早准备制定海核辐射监测计划，因为伫东北角海核设置一个监测浮筒，也会做水质以及着生物采样。监测讲日本排这个核废水了后，对台湾附近的海核会有甚物款的影响？这个计划按算伫明年初就会来执行。日本要排放核废水到太平洋引起国际争议。台湾国家海洋研究院去年就针对核废水排放了后的流向，以释放深度150公尺做基准，用无共款设水、无个不共款排放纬度的拓开范围。那鲁巴伫北纬37.5度以上影响范围，主要就是为民众红色部分，对台湾影响较细，排放纬度愈南影响就愈大。预计是在东北角的地方放一个自动监测的一个浮标，就是辐射浮标。这个浮标其实是可以监测相关的辐射的污染源，不只是川水。根据毛个有讲，福岛核废水对台湾东部海核影响比西部较侪一点啊。这套系统会配合监测计划做数据对照，互无计度较正确监控核废水对台湾海核的影响。日本这项决定不止荷兰政府真紧张，也引起那边的反弹跟议论。希望政府呢能够透过外交的力量，第一个延缓，第二个就是说2年以后要执行的话。是不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公开、透明？希望政府对核废水基地袂当冷者，日本政府各国也强烈批评。南韩首尔上大罗良町水产市場工作人員逐工亂檢查日本進口水產的輻射含量。걱정이죠. 그래도 이제 우리 수산시장은 자체 내에서 다 하고 있으니까 그런 것은 조금 걱정이 덜 됩니다만 우리 수산시장 내에는 그래도 걱정이 되지요.
南韩总统文在寅已经要求官员研究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出申诉，北韩也已针对新灾难严厉谴责日本，佮要求马上撤回这项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宣布讲，2年后要把福岛的核废水排入去太平洋内面，却引起国内外反弹。今仔日，就民间团体去到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抗议，立法院的国民党团也伫议会提案，要求政府就要向日本提出抗议。另外，网络最近也出现一个假的总统府公文，讲是政府要甲日本的垃圾水接倒来处理，这是一桩假消息，也请民众唔通乱传，乱传者恐惊会吃官司。日本政府伫2年后要将透报过的福岛核污水排入太平洋，不过最近网络上流传一份假造的总统府公文，讲是台湾要引入日本福岛核电站部分污染水做处理佮排放，惊动总统府赶紧澄清，这公文图片是假信息。我们不评论到底是谁制作的，谁刻意扭曲的，或谁开始传的。现在就是办案处理，希望可以由警方来厘清真相。提醒大家，这不是总统府发出的公文，那大家不要相信，也不要再传。总统府指出，假公文当中有5大明显错误，包含发函予中华民国国防部，并是台湾政府公文写法。内文当中有简体字，甲总统府无对过会记，部分用法也是台湾人所惯用的。总统府表示，这是典型误导民众的禁止作战手法，已经向警方报案处理，也呼吁各界唔通转传。撤回放流决定。抗议日本政府决定，民间团体16伫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门口口因行动局指控日本首相菅义伟排放核污水会毒害细菌，最后向日台协会代表交抗议书，希望向日方传达收回命令。中华民国政府难道毫无智慧的余地吗？我们首当其冲我们会深受其害除了民间有反对的声音，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也认为，政府爱向日本提出严正抗议。搁伫16立法院议会顶悬提案，请议会做成决议，不过伫日头进前被有来协商，并无通过。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伫15日暗时有召开记者会，表示伫新北市有出现本土的牛结扎症病例。听到这个消息，全台湾饲牛的农民拢真紧张。中央也随成立应变中心，要求苗栗以北县市3天内就要甲牛注疫苗。防疫所人员当日无用准备帮牛注射。到顶有真侪疫苗早就传好啊！新北市传出本土牛结扎症，新北市一透早就赶紧派人来到农场替牛注药防射。另外一边嘛有人替消毒的家私四个转药啊消毒。它会造成很严重的经济损失，例如我们在乳牛，它会有那个乳汁产乳量下降的问题，所以这对于那个牧场的经济影响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防检局那边也要求我们要即刻的进行这个牛结节疹的疫苗的补强。虽然讲目前新北县市并无传出疫情，不过防疫所人员唔敢靠细，所以嘛配合来到现场检查每一只牛的健康，而且加强农场的防疫措施。就是针对新竹市的市场养牛场，大概有500只的牛只全面施打牛结节疹的那个疫苗。那我们会在今天前把所有新竹市的牛只全部施打完成。新北市的部分今日会完成全市496只牛的疫苗注射工作。另外，新北县的部分牛只数量较多，马上3天内会完成。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包含原物料加货运拢伫咧起价。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表示，有不少厂商拢有成本的压力，因按算对5个月开始，冰箱冷气价销拢会做调整。另外，面板的原料也差不多起1成到2成，新电视的价销可能会起15%。销售人员详细介绍这个家电的功能，赶紧要来推销。台北电器空调展示也因台电连续4天，各间厂商推出优惠，包含冷气、冰箱拢有促销，也推出库存的电视甲家电来落价，要来推升这个买气。展场赶快考虑，对，因为展场的话，价格上面比较好谈。先看看咯，先比较功能价格。
商业没办法，全世界晶片都缺货。那我们在干衣机跟洗衣机上面都有做特别的促销，那现场也有很多赠品，像说包含电风扇，或是说平底锅、保温瓶。真侪家电用品在这波落价了后，绩效可能出现波动。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就表示，由去年疫情的关系，包含原物料、货柜、货运运输成本拢大幅度来起价，所以真侪电视甲电脑云幕采用的液晶显示器，面板的原料起大约1、2成，必须厂商不得不反映在市场顶面。有股所来推出的电视新的产品，恐惊起15%。另外，亲像冰箱、冷气、洗衫机必须使用的铜铁原料成本也大大增加，5月起这个绩效也得来起价。下个月有进入旺季了，包括电冰箱、冷气机的旺季，还有液晶电视的新机种出来。我们一般普销的55寸的跟65寸的，差不多有10%的调涨。那冷气机跟冰箱方面，因为铜、铝、铁都涨得很高了，所以我们预估有5到10%的调涨力。台北市电器工会表示，有规划要换新家电的民众，应参考去年也未起价时所推出的机型，也唔通袂记的加问加比价，替家己省一点钱。记者综合报道。透过手机 App 叫车是目前民众叫计程车的趋势。不过法规规定，一台计程车敢若会当加入一个车队，驾驶也希望讲放任法规会当互因加入几落个车队。不过，就学者点出讲，若种发生事故或者是消费纠纷，倒一个车队要出来负责任，交通部就要有配套措施。因为科技进步，愈来愈侪乘客用 App 这平台坐车。只不过目前法规规定，一台计程车敢会当加入一个车队。只不过每一间车队平台抽10%至25%不定的车主，服务者驾驶感觉算袂符，一天要赚2000块，至少都要开12点钟以上。希望法规会当放任，开放加入更多车队，增加客源。车主的消磨，还有被平台扣掉的钱都还没算出来，他都在月底再算的。那他一天真正收入的话，油钱啊什么扣掉的话，可能剩不到1000块的。有司机收入增加，就会有司机收入减少，会影响到路招的计程车驾驶人权益。那假如有2个以上的手机平台操作，可能会影响行车安全。台湾目前拢总有92000台计程车，有一半加入车队。经由计程车客运服务业申请核准经营办法，车队拢总有4项义务，包括着维持服务品质、提供专业训练、确认投保旅客责任险、解决社会纠纷。若是加入较侪车队，各拢学者分析各有优缺点，亲像增加接案的机会，减少空车率。毋过发生事故是社会纠纷，恐惊各车队互相推卸责任。消费者就乘客他可能求偿无门，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计程车，它可能有3、4个车队在身上，不知道哪一个车队要赔，或者说每一个车队通通不想赔。那我今天把它停机了，他说没有关系啊，我不痛不痒，我还有其他2、3个平台的 case 可以接，所以说他也不用办退队，他就你爱帮我停3天5天，那我一样有生意可以做。车队也讲，一旦开放计程车加入较侪车队，恐惊会冲击市场。车队无大管驾驶，致使着较袂忠心，服务水准下降，受害上大的是乘客。交通部回应，现阶段要查清楚车行、车队司机中间的权利义务，后续才有法度研究配套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中南部欠水无落雨，高雄左营着游客发现讲，连池潭有一部分的湖底已经干枯枯了。上届出名的龙虎塔下面的底座也拢看现。当地民众也讲，将来唔捌发生这款的现象。好佳在伫咧潭中央搁一寡水，白冷圳的活动暂时无受到影响。即马来到左营莲池潭，满满的莲花开了真水。毋过看详细会惊一条，出名的龙虎塔碗潭边仔的所在已经见底啊，草啊发甲规片，鸭行伫水底四界讨食，原底藏伫水内的桥墩甲龙虎塔基座拢看会到。有人讲，伊是第一摆看到这只龙的脚，原来是这种模样。应该是那个水，应该是要浮到那个龙跟那个老虎的，就是脚部的那个地方。可是就是现在它整个基底都出来，就是感觉有点拍照上面看起来觉得好像怪怪的。捌啦，无遮厉害就有影啦。今年去年都无落雨。较厉害啦，无遐厉害啦。毋但游客感觉奇怪，当地民众讲，虽然以前嘛拄到可患的状况，毋过拢无遮严重。因嘛烦恼，莲池潭无水无游客，因着无生意通做。
莲池潭的水主要是靠雨水，因为高雄真久无落雨，规个潭水水位下降有1米，村中央阁有水，会当算储水活动。中水位是上盖深的所在，那大概上盖深的所在拢伫2米至2米半左右。对，那因为即摆欠水的关系吼，即摆水位吼应该影响有差不多落差论高，然后1米之间，落差1米之间。但是针对我们水上活动，是目前还是没有影响的。莲池潭储水活动，天气愈烧热，生意愈好。即马业者还无讲介烦恼。另外，白灵圳的训练暂时嘛无影响，不过大家拢毋忙天公伯斗3工，赶紧落雨，解除欠水的问题。记者邓家云、赖伟做高雄报道。伫咧台北柳公圳边啊，有一间细热的家族啊，因4地人拢住伫遮，不过这因无即个土地所有权，即马摕到土地权的建商向法院申请，就要拆除兄弟。细热厝主委托的律师是呼吁政府讲，就要依照两人权公约的规定来行，保护这间厝。其实这个房子是在郡道旁边哦。我从小就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那我们其实就是我因为一家4代都在这个地方。摕老相片讲起家族世代踮伫遮的记忆，罗必丁讲的就是柳公圳边啊这间厝。过去因的家族负责养护柳公圳，迄时水利会口头允准因伫遮起厝住落来。不过最近几冬，政府连续甲这边几落笔土地卖掉。罗必丁这间厝徛的土地，就已经被政府卖给建商。建商即阵告去法院分做2个案，2家最高法院拢判罗必丁败诉。就是在农历年前，我们等不到司法的正义哦，收到最高法院没有交代清楚的判决书哦，还有黑心建商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拆屋还地的通知。罗必丁的律师呼吁政府，就算是行到强制执行拆除这步，政府嘛就要依照两公约的规定来行。所以，我们在此要严正的呼吁执行处，它作为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在实施强制驱离的时候，必须要正视《两人权公约》对于强制驱离所特别保护的法律程序，包含了磋商，包含了合理通知，最重要的是安置。还有提供法律救济。目前我们现在积极的向大法官申请统一解释，希望能够就有关于时效取得地上权以及居住权，还有2人权公约的保护，作为一个完整的统一解释。法院缓执行。叶树宏讲，提出释宪是希望未来若再出现相像的情形，法官有精力会使来看，嘛希望释宪的脚步会使较紧的，让罗必丁的厝脱离拆除的命运。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讲到热天的水果霜水，有人讲盐酸啊、酸材。家己的基地是台湾霜水产区，3月中到5月中是大水的期间。今年因为无落雨也无风台影响，霜水是结甲归秋。电园也举办霜水推广活动，希望民众会当更加了解这项在地产业。巴地的霜水，农民用手工一粒一粒挽落来。嘉义县伊地乡是霜水的产区，今年因为雨水少的关系，产量比去年搁较侪，品质嘛愈好。品质一定得较好。今年因为植物吼，伊看到去年落起啊落完的是伊会惊，今年赶紧要传宗接代，所以今年的霜水特别生济，啊特别生特别大粒。伊地乡种植霜水的面积大约有20公顷左右，平均一工就有将近10吨的产量。为了要向民众推广，社区甲公所做伙举办活动。除了有霜水做的点心，阁会当体验慢霜水。霜水种了真正有够济，也有够好的。啊，算讲要办一个活动，或者一寡人来参观，讲安尼体验，讲慢霜水看是好啊歹安尼。啊，霜水真正对咱人的身体真正有好处的啦。社区表示，这是第1摆举办活动，社区的时代拢真期待，嘛希望会当透过推广霜水，互社区的发展带来改变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中5册顶邀礼，社区的时代也算乐器，因结合台语念歌诗，讲到一个台湾一个所在的过去。伫顶邀礼这个所在，因将故事捡做伙，也搬做舞台剧。
手铃也乌克丽丽，哪弹哪唱歌。不过上细甲听，这阵社区的长辈是唱台语的724年来绍介因的家乡。我自己也超喜欢这个文化的啊，要勤，要每天练，每天练。按这个真的很痛的。可是也是不错的 idea 啦。很好，很好。发展的基础是要用先来介绍咱中料理，所以我用甲中料理哦，简单用一个1句甲写一7字啊啦。这是台中5册的中料理，社区的中青学馆若甲这的长辈弹乌克丽丽甲唱歌，嘛结合着用地方英国出版的册所改编的舞台剧，带这的长辈做回来演出渔村的故事。对阮来讲的是，阮这年纪会当来有这哦，以前少年的时阵、细汉的时阵，迄个状况，讲咱咧讲的话，一寡古早的其他话，啊，加念7字这个7字啊，我们老师把它编剧，变成一个创作剧，让大家活泼风趣。我们台南艺术大学一个叫史敬奇老师来给我们做指导将我们这个2期里的创作剧快但很快的在我们这个社区来呈现。虽然这的长辈爱投入真侪时间甲气力来学习新的歌曲甲乐器，又搁爱一步一步来排练舞台剧，不过因也真欢喜，会当食甲老学甲老，嘛会当结合因的母语，互愈侪外地人甲时势了解到本土的文化。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霸王龙是目前有史以来体型上介大、上介歹的陆地食肉动物之一。最近科学杂志也有刊登霸王龙上介新的研究，对化石的数量去推测，捌伫咧北美西部的霸王龙总数大约有25亿只。电影内底侏罗纪公园内底个性真歹，而且体型阁大的暴龙，互人看到惊。最近科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的研究，头一遍甲生活伫北美的暴龙总数做出估计。So what we were able to do is actually compute the total number of T-Rex that ever lived at about 2.5 billion, with quite a big range around it. 这项研究为即卖的化石数量去算暴龙的总数，考量到化石形成的条件，也佮有保存的困难度。研究是讲，平均每8,000只暴龙，才有一粒化石会通保留落来。T-Rex lived exclusively in North America. We suspect it may have lived as far south as Mexico, but we have no fossils from there. Western North America is where all the fossils come from, including Canada. 根据生物学的经验，体型愈大的生物，个体的数量会愈少。考古学家利用恐龙族群的密度乘地理面积，估算出差不多一个时期，拢会至少2万只暴龙活伫地球。The average population density we estimated was about 1 individual per 40 square miles. So perhaps 2 in the area of Washington, D.C., about 1 in the area of Manhattan, about 1 in the area of the city of San Francisco. 另外，平均每一只暴龙会当活19岁，上济28岁，拢总会生产差不多12.7万代，才会互总数达到25亿。只不过目前对暴龙灭种的原因，各界讲法拢有，也佫有太寡济考古研究才有法度查清楚。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18度到26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7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5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咱再会。